昨天的温泉保有了一夜温暖，今天的行程里什么最有温度呢？我们找到了能够让你全身都暖乎乎的秘密武器，跟着我一块探访。头家要包几多钱？一斤50，要包装100元天天。哦，直接啊，我真的好喜欢牛马哦，而且我知道牛马嘅用处懂得哎。係啊，螺絲湯有一幾把，你3000公，50以上可以用房。太棒了，好喜欢，我喜欢牛马。牛马在这边呢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用处呢？给懂得啊，也可以做手工香皂，那我去。好啊，我们就落去呀。好，好，来。好心的头嘎啊，刚刚告诉我这里呢还可以来做姜黄皂，可是怎么做呢？我们还是要请老师来。当然啦，欢迎你。这个是我们刚刚裁好的姜黄，然后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。对。好香哦。可是等一下你会发现你的手会黄黄的。变黄黄的。等一下用水可能洗不太干净，要洗3天，手才会洗得干净。你也没有告诉我，因为姜黄本身有色素啦。像我们现在把那个姜黄，客家话的姜黄叫姜黄。姜黄。对，我们把姜黄就是皂基跟姜黄一起丢进去。那我们现在要开火，就是开火。开火之后，我们就是皂基的部分，因为你看已经溶掉了，它就是非常快。所以你看，牛马给用出懂得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差不多了，可以进模。当然，独一无二的牛蒡茶菇，你怎么样呢？这是我做出来的，我自己超满意的。对，等一下呢，我就要带着我的这个成品，然后呢，一块要到园区去走一走，跟着镜头一块去逛逛。哇，终于爬到了这一座360度的圆柱建筑顶端，这里的景致瞬息万变。真没有想到，在这个种植牛马的园区里面，不仅可以 DIY 很多有趣的活动，还能够饱览这些美丽风光。锄头翻出的姜块，个个硕大味浓。喜欢牛马温暖的质地，这一趟的旅行，我像是走访了牛马的乐园。牛马给用粗懂得，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非常惊艳呢？